第54届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要伫咧所罗门群岛举办。外国媒体报道，因为中国施压，主办局无要邀请台湾参加。东南亚国家代表今年4月把兵棋推演，嘛头一届无语那台海起冲突，影怎对台湾thiết利印国民。国军处罚的新规定，发卡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休假暗时9点过，困觉时间拢袂使发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第54届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要伫咧所罗门群岛来举办。不过，即阵所受外国媒体指出，因为中国施压，主办局无要邀请台湾参加。咱的外交部是发声讲，咱台湾若去参加，是当对大太平洋地区和平繁荣真有贡献。第54届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9月会伫所罗门群岛举行。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所罗门面对中国施压，拜托邀请台湾。不过，其他成员国佮表达希望台湾参加的决议之下，决定今日邀请18会员国参加，包含美国、中国等21个关注国，加台湾拢被邀请。The cabinet has considered and took a decision. That we will be deferring. We will defer the post-forum dialogue partners meeting. Taiwan's not even in the 21. I mean, it doesn't make sense, this kind of response. Please, you still have some time to really think about this. 有台所罗门国会议员批评这项决定，予太平洋岛国错失机会，这完全是因为两岸问题。咱的外交部表示，最后机会由爱等主办国来宣布，后续维持批复官来机制。台湾参加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甲繁荣做出贡献。我国自1993年起，都是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参与 PIF 各项机制，并且参加在峰会场边举行的台湾中华民国与论坛国家对话会议，与会员国进行多边对话。PIF 会员国内底，比如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等3个甲咱有邦交。马国总统海尼就批评北京当局干涉 PIF 事务。所罗门群岛是伫2019年甲咱断交，甲中国建交，佮扩大甲中国安全的合作。所罗门群岛如果这样的片面独行的话，其实是违反了长期以来传统的 Pacific Way， 那可能会使得岛国四分五裂。未来这个地方被中国在政治上所主宰的话，那可能接下来在军事部署或者是在经济侵蚀的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加严重。学者分析 ，PIF 事件显示中国一直在太平洋岛国之间扩大影响力，也或者所在加做美中之间愈来愈严重的安全竞争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是当咧印度访问，受访去访问到台海议题。小马可仕是表示，因为台湾、菲律宾地理位置真接近，而且因有真侪国民伫咧咱台湾食头路，所以讲因是袂当激外国。若是台海起冲突，因是一定会想办法替利因的公民。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东南亚国家代表今年4月是把兵棋推演，头一届无语撤侨。这推演的结果是，新加坡爱斗空运是替利的关键。伫咧印度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甲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宣布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层级，强调坚定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目标正明显是中国。小马可仕伫咧接受印度媒体访问，问到台湾的问题时阵，伊讲菲律宾无法度做无事代。If there is a confrontation over Taiwa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no way that the Philippines can stay out of it. The large city of Kaohsiung in Taiwan is a 40-minute flight away from the capital of my province in northern Philippines, in Lawag. That's how close it is. We will have to defend our territory and our sovereignty. 除了台湾菲律宾所在外，小马可仕也讲，有17万的菲律宾移工伫咧台湾，若是台海发生冲突，一定要想办法撤离。There are many Filipino nationals in Taiwan, and that would be immediately a humanitarian problem.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get involved. 当然嘛，各国对撤离伫台湾的侨民，敢若拢有伫咧规划。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4月捌伫新加坡办一场台海战术兵推，有40位现役的官员、军官抑个学者参加，内面就第一位某年撤侨。上面结论是，就要由甲台湾有长年军事合作的新加坡，用空运的方式，才有可能完成撤侨。每年就是有相关部队在这边3000多人的人员跟装备的这个运输，这的确是一个经验。几十万人也用空运的方式要来撤离，这好像是比较不现实啊！哈，不管是透过海还是用空运，现在邻近的菲律宾啊，然后看再慢慢的这个转移，我想这是比较可行的。学者分析，这项兵推注重伫咧新加坡部队自1975年开始，透过成功计划，定期伫台湾进行军事训练，伫空中运输方面有优势。因故因认为，若是撤侨会让在国家侪人的海运，敢若是国家合理，而且以台湾关系来看，菲律宾的重要性应该无输新加坡。记者综合报道。国军违反纪律去互处罚，即阵讲这处罚的方式嘛要注重人权，规定讲发卡一天是袂当超过2点钟，休假暗时9点过，也个困到时间拢袂使发卡。若是要发扣薪水，是袂当超过6个月。国军拍拼做好战训本务来守护家园，为着强化部队的管理，修正着海空军定罚法和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的立法，初6正式上路。新的罚卡规定，免着士官兵罚卡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袂当伫准休假外线束的期间，到暗时9点到隔天早起7点，中昼休困时间拢袂当罚卡。另外，军难航行嘛袂当执行罚卡。为健全军人权益保障制度。国防部已经完成了陆海空军惩罚法修法以及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立法工作，并且经行政院核定，在今年的8月6日正式实行。那用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军队，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做法。国防部表示，讲新法上路了后，国军的定法和救济制度会更加符合法治原则。另外嘛，肯定部队的人性化管理，更向前一步。我觉得国军这样子的改制应该更人性化。毕竟现在这个天气，罚站太久的话，也容易中暑之类的。另外，这摆修法嘛，新增加官兵发薪水，扣薪水对1个月以上袂当超过半当，专家认为会当帮助部队的管理。应该说，军方的法制是有他的想法哈，但是我们必须回到说，你施以处罚的目的是什么？服从军纪哈，服从军令哈。另外，修法了后的悔过执行办法，除了对悔过式，改做伫指定处所实施悔过教育，嘛新增加后备军人伫教调期间防送悔过，无免列入教调时间。会不会有侵犯到他权利的状况？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而且教招员来自社会，他有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工作。如果加以延长时间的话，这个对他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专家表示，讲对后备军人实施悔过定法，确实会当达到协助的作用。但是因为安尼延后改掉日期，在这方面会是一个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地联情员讲，那像是16亿奈米制成的机密，去互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这是引起众人的关注。根据彭博社报道，这日本迄边已经有派主管飞来台湾处理。这东京威力科创昨个声明，伊原是表示讲无发现机密泄露情形，两支公司长期合作，即阵刷出这个情形，合作的关系敢有变化，也该观察。东京威力科创员工涉嫌偷摕台积电2奈米的机密，批评引用知情人士报道，拜三早起，东京威力科创各部门团队伫会议中有员工接到指示，讲莫讲这件代志。也有人指出，东京威力科创主管已经培养台湾处理后续。从台积电的角度啦，可能会开始对这一家设备供应商啦，从开始不信任，然后开始逐渐的会找别的设备商，甚至不排除啦做国产替代。事件爆出了后，尽管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对外发声明讲，对着涉案的台湾子公司前员工应该辞职，亚来公司内部调查也无发现相关机密资料外泄。事件爆出了后，台积电发表声明讲，对任何违反公司保护营业秘密，要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完全无得容忍，绝对将严处理，追究到底。业界传出，台积电更加提出史上上界严重的连续5级的定处。
包含副总顶级的高层，拢可能受到影响。专家认为，台积电若是要防范相关事件再再发生，建议会使将重要内部的资料转到实地某一所在，才有法度看到。现任员工跟离任员工之间的接触原则，也一定要再强化关于机密讨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有可能离任的员工也会认为说，这些计划过去都是我参与过的，我只不过是拿了这些东西来复习，强化我现在在工作上的熟悉度嘛，哈。但是这样无形中就会触犯到营业机密的问题、国安的问题，所以那个代价其实非常高。专家提醒，有关台积电涉弊案，爱观察到底是私人中间的资料偷摕，还是有系统的公司中间的竞争，这商业机密的偷摕。不过，有其台积电2奈米高良率技术，短时间内已经难以被取代。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南部前一阵一直咧落大雨，灾情是真严重。其实全球未少所在，亲像是美国的东岸、纽约费城，也有这亚洲的喜马拉雅山区，嘛拢有这款做大水的情形。有学者就指出讲，这天气愈热，气流温暖湿淡，这雨地一困落甲真粗真高。若是佮加上地形雨落伫咧山区，这做大水甲水泵线的灾情就会真恐怖。印度西部大城孟买附近一个贫民区，伫8月初因为山顶落大雨，大水向山骹冲来，造成严重的土石流灾情。其实，自台湾的南部各县市到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拢传出短时间内落大雨，造成水灾加土石流的灾情。When you have lots of air going up very quickly, so then the water in the air will then condense and become big drops, and then it comes down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it looks like a burst, and so that's why it's called a cloudburst. 根据咱中央气象署的定义，若是24点真久内累积的降雨量到200毫米以上，就符合暴雨或者是豪雨的标准。若到350毫米就叫做大豪雨，若是有500毫米或者是以上，就是超大豪雨。这种剧烈的天气容易发生在山区，也更加容易造成严重的灾情。When the air comes hitting a mountain, then the air will be pushed up. So therefore, you will have both the heating itself and then the what we call the orographic forcing, the mountain itself forcing the air to go up. So these two factors add together, and therefore would then cause the thunderstorms to develop much faster and stronger. 除了较接发生的雨大雨，无正常的降温也愈来愈常发生。像日本北海道这种纬度较悬的地区，就几度便出现超过摄氏40度的温度，而且时间也愈来愈长。专家讲，除了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这嘛4月拢有人看到阿门土的建筑物影响也真大。If you're in a city, you also have thes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s. So basically the tarmac and the concrete absorbs all this heat, and they get warmer, and also these places don't cool down as much during the night. 专家提醒讲，容易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灾害，常常拢是高度开发的散策国家甲地区，人口太过集中，欠缺防灾设施，也无健全的医疗体系，需要大家国家关心注意。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台湾人囝愈生愈少，根据内政部上新的资料，目前这65岁以上的人口是已经占到19.64%，若是达到20%，就代表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啊。也若是咱对总人口数来看，这台北、金门、连江是人口减少上介济，也若是增加上介济是桃园、新竹县甲台中市。咱若是对总人口数来看，算到今年7月底，咱的总人口是2333万人，已经连续19个月倒休啊。咱若是甲前一个月6月比起来，竟然就减少8800多人。台湾正面临严重的囡仔生少的危机，人口负成长已经是常态。根据内政部设备公布的最新户口统计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底，人口总数是2333万7936人，人口连续19个月负成长。就关系别来看，甲去年同月比较，人口减少上最是金门县、连江县、台北市。以整个的，就是你消费跟你的那个薪资占比的话，是会比较困难。台北感觉人太多了吧？而且房价又很高，物价又很高。我觉得交通方便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啦。通勤都是在可能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得了的啊。
台北市出真贵，真侪人买袂起，加上捷运系统真方便，造成真侪人虽然住伫个厝较俗的新北桃园，才阁去通勤到台北市工作。根据台北市民政局统计，今年1月到7月总人口数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4万人，也若出生人口数也比去年同期大减18%，全国是减少13%，这是一大稳重的问题。今年出生人数确实蛮不乐观的，对，因为突然下降了蛮多的。不管是地方或全国，其实都是下降的趋势。民政局讲，台北市政府对联谊活动来遵照结婚率到生育奖励、托育服务，也加强青年社会主体，希望实际来减轻少年人居住的负担。对着租厝人，最近是推出优先厝源的做法，打造信任的优先租厝市场，并且鼓励欢迎租厝人涉职。多方面减慢台北市人口流失状况，也离岛金门也面临人口负成长问题。金门还是有少子化的这个问题哈，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房屋税的新制哈，对自住房屋跟这个非自住房屋的这税率的差别，所以有一些涉及在金门的民众呢，就把户籍给迁出去了。民意代表侯耀关呼应该思考金门人口甲人才政策白皮书，提出有吸引力甲实用性的加人才劳调类做法。社会事实讲，最近正伫研究调悬生育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老大人的比例哪来哪悬？政府甲民间就办真侪活动，望互老大人甲少年仔会当多多互动。伫咧中华复兴乡的万丰村，5年前就开始有少年辈投入社区营造，设计真侪艺术课程，互是大人上课。今年是头一摆安排社区剧场，或者老大人甲囡仔人同齐搬戏，了解在地故事。起来规定对水清，都清，食好创水鱼，啊嘛食好浸水。好，我带你来去吼。好来。时段甲少年仔同齐搬戏，搬出过去伫社区边仔大溪耍水的情景，佮有花主公参牧师趣味的活动。中华复兴乡万丰社区设计下世代创作的剧场表演，了解地方特色。万丰社区这是后教会毛发主公。是一个多元的社区。阮是伫遮大汉的，按个阮无参与到阿公阿嬷较早伫遮生活，对即届的戏，互阮知影阿公阿嬷进前的历史。万丰社区5年前开始启动万年丰富的营造计划，用艺术教育的方式进入社区。今年设计剧场，剧本就是来自社区时代的生活经验。透过一系列艺术课程，互时代接触新事物，心情嘛变甲真乐畅。互阮的老龄有咧刺激，有咧活动。互阮退化速度会较慢。大人较侪，青少年因对在地认同感较少，所以嘛透过这个计划，咱是用陪伴的方式，带咱的细汉囡仔来做伙，邀请因来参与学习。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到2050年，台湾高龄人口比例成长速度排全球第3，下世代关系正做重要议题。社区希望透过营造计划，会当培养时代的创作力，嘛靠少年辈转来地方发展，达到青银共好的目标。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台北馆甲台语团体合作举办来世铁道部的台语夏令营。伫咧这铁道部的园区，透过导览、激头脑做任务，互囡仔人会当自然用台语了解台湾的铁道历史，嘛会当认捌古迹。我要互伊遮中有一个空，然后其他拢是铺起来，安尼卡伫咧这面顶，可能会较好用。就是阮要试看来会使行无，结果我一直无成功。囡仔激头脑动手做火车的车轮，想办法互伊莫走出铁记录。这是台湾博物馆办的台语夏令营来世铁道部，也对老师也甲囡仔解说讲，火车的车轮是圆锥形的，安尼车伫转弯的时才袂冲出铁记录。规划夏令营的台语团体表示，希望互囡仔通伫台语环境佚佗激头脑，也通了解铁路的知识。互囡仔熟悉火车，熟悉火车会当带我去倒位旅行，所以会使熟悉若是火车的种类，嘛火车的发展的历史。也对嘛结合园区内底的火车车厢、防空洞，也有8个老宅的古迹，互囡仔认捌铁道历史和建筑美学。台博馆嘛和台语团体做伙开发教案，即个也伫咧营队内底试驾，未来拍算免费提供予有需要的老师甲民众使用。阮8、9月的时阵，会阁招老师我来，阁甲这个教材，甲要安怎进行这个，是做一个教授的演习名，希望
除了阮这个园区以外呢，二B教室内底会当用所以我想是全方位的啦吼，就是各个方位拢用的来推动。今年台语夏令营拢总是半推大约240个学员。大埔县表示，打开放报名无到10分钟，名额就抢了啊！这嘛显示民众对台语活动的需求真大。官方表示，透过和民间团体合作，结合双方的优点和专业，希望让台语的路通愈行愈开阔。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